争议性的服贸协议的议事程序，并不是议事内容本身。那检察官在整体的起诉事件当中，只针对言论的部分起诉，也就是相关的散货、公然侮辱、集会游行、妨碍公务等等的起诉，并没有针对占领立法院本身的行为起诉，所以没有抵抗权跟公民不服从运动适用的问题，这是首先跟大家强调的。第二点，被告等人因为立法委员就服贸议题的程序认为没有遵守正当法律程序，所以他们选择与立法委员议事最相关，而且对社会大众日常生活影响较小的立法院来做言论自由的诉求，而且它是一种政治性的言论，并不是一般专门制造暴力或者是刻意妨碍安宁秩序的意图。所以，参考大法官445号解释，认为没有明显而立即的危险，所以应该给予保障言论自由。这样的情形不应该事后加诸于刑法手段加以钳制制裁。第三点，被告等人所为的各自主张，都是属于政治性的言论，当日纯粹是为了表达对政治诉求，寻求在场民众能够进到立法院，用这种方式来反映民意。那本院认为，这样的抗议应该受到言论自由的保障。以上。